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Kenji 楊子怡啊！咁好開心，今次咧第一次以 BE Girl 嘅身份同大家分享我嘅護膚心得嘅。相信咧，如果有睇過我 channel 嘅朋友咧，都會記得我曾經拍過一段片咧，係講關於玫瑰痤瘡嘅。好多時咧，一年裏邊我都收到好多朋友 inbox 我問，到底你嘅玫瑰痤瘡有冇翻發啊？用啲咩 skin care 同埋用啲咩化妝品等等嘅。其實呢一年裏邊咧，我嘅玫瑰痤瘡咧都會間唔中因為天氣嘅影響啦，又或者我去咗其他地方旅行，適應唔到當地嘅水質咧，會令到我皮膚惡化嘅。今次咧就想同大家簡單咁樣分享4件喺呢一年裏邊，我覺得用過又唔錯，又可以舒緩到我皮膚嘅產品俾大家。第一支同大家介紹就係呢支 Dermone Quick 啦，記得咧用之前要搖勻去鑊。呢支 Dermone Quick 咧主要係模仿咗 Kate Somerville 嘅 Oxygen 面部護理療程而設計嘅。除咗可以為肌膚注入咗氧氣之外咧，當中裏邊亦都有透明質酸啦，同埋植物嘅萃取物，達到呢個深層保濕同埋長期補水嘅效果㗎。另一支咧都係嚟自 Kate Somerville 嘅羊奶乳霜，你見咧擠到出嚟之後咧，佢亦都比較係稀釋少少，冇話太結身，唔會話用完之後黐粒粒嘅。當中裏邊咧，佢嘅椰子油、葡萄籽油、可可巴油咧，都可以做翻一個保濕、滋養同埋抗氧嘅效果。另外咧，亦都有迷迭香同埋金柳梅喎，亦都可以做翻一個鎮靜消炎啦，同埋修煉毛孔嘅作用㗎。除咗每個月肌膚比較敏感嗰幾日我會用佢之外咧，有時做完一個針清啦，又或者係脫毛嘅 laser 之後嗰幾日啦，我都會使用佢嘅喎，因為咧佢係可以有效咧令到我嘅皮膚嘅傷口愈合得更加快嘅。第3支介紹俾大家就係呢個 La Roche-Posay 嘅精華，佢裏邊嘅活性聚合肽咧係有呢個抗炎活性成分嘅，可以改善到敏感症狀。另外咧，亦都有溫泉水喺裏邊，可以減低充血啦，同埋抗刺激嘅。除此之外咧，裏邊嘅花青素係水溶性嘅喎，所以咧吸收率咧遠遠係比其他抗氧化嘅物質係更加好嘅，可以咧妨礙咗紫外線啦同埋輻射。質地咧就比較乾爽，保濕之餘又唔會有黐粒粒嘅感覺，夏天用咧真係一流㗎。最尾要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Apivita 呢個 Sea Lavender 啦。佢裏邊嘅薰衣草油同埋維他命 E 咧，可以做翻一個滋養啦、抗氧化同埋穩定細胞膜嘅功能㗎。當中咧亦都有呢個乳油木果脂，佢滋潤得嚟咧，亦都比較容易吸收。有呢個不飽和脂肪酸，可以加強翻肌膚嘅保濕力，對中乾性同埋受損肌膚咧可以加以滋潤。裏邊咧亦都有尿囊素喎，可以做翻一個抗炎啦、舒緩同埋幫助肌膚組織再生嘅功能㗎。我自己咧就幾鍾意呢支細細支嘅牙膏狀面膜，有時咧我會將佢放喺雪櫃5至10分鐘，將佢雪凍咗之後再敷上面。雖然咧對護膚功效咧起唔到促進嘅作用，但係咧可以提升到舒緩同埋鎮靜嘅效果㗎。基本上咧，玫瑰痤瘡咧唔可以完全根治嘅，所以咧當肌膚出現咗問題咧，第一時間大家咧都要注意嘅就係保濕。除此之外啦，另外飲食習慣啦同埋壓力咧都會令到我哋肌膚變差嘅喎，所以咧大家都唔好忽視呢2點。希望你哋鍾意我今次嘅分享啦〜